今年全台第一场大型冬季游行活动落来登场，以有闲来者为诉求，透过实际参与活动，将性别平权等相关议题传达给社会。在2024年的现在，虽然台湾已经通过同婚，大概已经将近5年的时间，但是因为其实歧视的言论一直还是潜伏在台湾的一个社会当中。其实也不只是针对 LGBTQIA+ 的一个族群，那当然还有针对台湾的可能是新住民也好，或者是原住民，甚至是女性也好，对它其实都还是有一些歧视言论的一个存在。东港游行吸引1万多人响应，为忠义路甲府前路口出发，行过中西区甲北区，全长大约4公里。参加的成员拢精心打扮，参像大型的嘉年华会。咱希望讲，咱今年大家会当来性别平权这个活动，有闲来坐，咱采访坐坐。咱时常关心到咱的婚姻平权的议题，包括说我们的公共空间有很多还有该在努力的地方，软体的部分、硬体的部分都要持续的加强。台南市议员李宗麟、朱正轩甲组织会东港嘛到场，强调支持性别平权。期盼在中央甲地方政策方面持续努力，让社会更加多元包容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